客家料理，很爱新奇怪的东西。啊，对客家菜的记忆来自阿婆，阿婆传下来的面食，教阮妈妈，妈妈呢又来传阮爱。到三家开餐厅的想法就是，不管是外地的客家人，也是三家的客家人，我们自家都有信心，来到人店行当上真来人的故乡，做到是到人故乡的面食。我很小就搬到台北，住在眷村，从小就是吃外省菜长大，对客家几乎没有什么记忆。可是我爸爸妈妈是我非常好的榜样，尤其是我妈妈，真的就是典型的客家女子。我在他们身上学到很多的客家人典型的精神，就是遇到困难不要惧怕，不要退缩，不要怨天尤人，就是努力去想办法解决。养着条从前，春风过去，强娘多，后妹爱哭，谷一天。日下小满，雨下仙，梦中对风思念。西瓜清甜，梦里梦，太初文言，苦渐渐。秋处处甜桂烟，年年迎团圆。日东小雪18年，四季轮回又一年。各位客家后面些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民族。好山好水嘅新北市，也到位嘅兼有乡间嘅风情，含加都市嘅便利性。呢三条也到位嘅，除了要有1条100年嘅老建筑以外，采取多年嘅民宿嚟融入到料理地度，展现出多年嘅饮食风貌。今日就帶啲民族叫下來呢三條，嚟呢品嘗菜地嘅客家味，含加結合菜地食材，留料理真功夫嘅上海菜風法。嚟呢？三峽喺新北市嘅西南側，頭擺有很多三角湧，因為3條河壩夾水得名嘅。清朝時話，單單係樟腦、釀布話，撈茶米也都成立。山上海港非常鬧熱，到日下來，還係有當到老式嘅建築保存下來，延續珍貴嘅街路裝頭風情。今日日頭下嘛，我哋請啲呀上見落當嘅客家味。嗨，民族你好，你好。孩子，聽講你到邊啊？做你客家味嘅三角鹽非常嘅有名。係對呀。我想要嚟攞好呀嘅做客家三角鹽。好，做得。廖鳳儀同老客家人，細細啲苗栗大家，幫兒子畢業過後到台北識條路。老公4年呢係第3協，因為拜念家鄉味，10多年前開始做傳統，傳承阿婆嘅傳統手藝，堅持純手工做嘅本土，希望帶本外種嘅客家人熟悉嘅文化美食。一下就做開始來好呀嘅三角鹽嗎？今日行啊，特別好帶伊去體驗新北市最有名嘅一間手工麵線。哇，麵線啊，嚟都好呀嘅板條啊、麵條啊、米粉都做過誒，就產呀嘅麵線忙做過。嗯，家一下你就做落嚟嗎？做得啦。可以哈。大哥，請問一下，一下這個動作呢，黑馬該那一鋪啊？这个叫8字繞鐵桿，或者是叫繞8字。我跟你講，動作實在很流暢，3、2下就完成了耶！在聊天的過程之中，有沒有看到？做馬該要用繞8字哎。如果你直接這樣繞的話，
它的长度会不一样。所以你会发现到我们刚才弄的时候是一个定点绕八字上去的。而且它平均的推，两只手力道是一样的。当你的面如果不平均的时候，这边可能会受伤，粗细就会不一样。所以拉的时候断的几率就会很高。哦，咁像我用因为面粉有分乜嘅高中低筋面粉吗？我们的面最主要是用中筋面粉。OK， 加上我们老面。什么叫老面？这个老面就是这一段。哦，流起来。然后跟新的面重新再和一起，所以增加那个 Q 弹度。它只有加水、面粉跟盐巴这么简单的原料，让它长时间发酵，所以产生我们这么好吃的面。做馒头要发糕，做面线要发糕哦。这个就是我们传统功夫啊。所以为什么传统的手工的面线现在越来越被重视，原因在这里。直接这样转吗 ？OK， 把它捏紧，那姿势一只脚在前，一只脚在后。对，很好。你要记得扒。怎么了？又怎么了？你卡卡的。对啊，怎么会这样？你要记得这个手势有没有？先做体操吗？对，就这样子，你只是加一个面条而已。Oh my god！ 这怎么？亲爱的，推的时候是这样子推。哦，芳玉姐该你来试。我来，这样子我也很紧。One， 吐上去。厉害耶！出力再上来，然后no，错。这样子。对，练一在上面。练一在上面，我来，加油！師傅講，因為包含嘅天時讓麵粉發條嘅體質，麵團充盈供養有日嘅身體，大白製造都係新嘅相處來學習。早一擺8點鐘，全新便利麵頭前嘅麵團，松鼠站過來個站過去，而經驗嘅練習，至少要2到3年，才做得出師哦。等等麵團發過後，撒下來就要來麵料。这个只是10斤哦，来抓。抓，对，芳玉姐好厉害哦，很高。哇，有没有？芳玉姐真的可以耶！不要停太久，丢一个水棒，很厉害耶！哦，就是这个感觉。没断了，有感觉了哈。有感觉。来，交给我。这个叫老面头，抓着。刚刚好力套就好了。好 ，OK。好。哎呀，我真的没有出力哦。加油！要很信任。芳玉姐，哇，这个回去要做重量训练哦。可以哦。加油！不能够一绑头绑掉。比刚才好多了。跟你报告哈，这个叫拉长的动作。拉长的动作是要看天气有没有。冬天的时候，因为筋性没那么快，所以你可能要多拉几次。平常正常的话，至少要拉2次，叫拉长。鼓手中我们得一掰就拉好就对了，没有办法一次拉到位这样。没办法，因为你要配合很多因素，而且你如果一次拉好的话，你时间没有算好，它就很容易断。我们拉完以后要做这个动作，拿好，好，要给它面有没有？这边要给它散开来，要这样子。来换你，各位，这个叫大浪，要小浪，听到声音没？小浪。你的这个作用是要让你这边不会连接在一起，不要搞亏。被弄散了呀！师傅，可是俺要他按用宽啊，给俺用蛮多面线的那种粗细吧。我们让面拉完以后，筋性延展开来，然后要放在我们架上，再盖棉被给它保温。这么盖？为什么？湿度要维持啊，温度要维持啊，它的筋性才能再一次出来，所以我们才可以用甩细让它滚烂过去，平均的。用甩不是按用来耶 ？No， 面线是用甩细，它不是拉长，拉到你要的粗度，那不可能。现在只是做筋性的延展而已，所以千万不要以为面線是这样做成的。所以筋性的部分是我们做手工面线最主要去考量的问题。手工面线真係動到好悶呢。哈，把握到力頭老節奏。就做15公斤重嘅面線，啲師傅嘅手工飛出浪花，規身嘅拍拍就會表現深刻嘅成就。累積下來嘅經驗，操出嘅好功夫。面越fins越幼越長，最背面變做面線，高用熱頭來洗澡，一絲一絲嘅面線吸收到熱頭嘅溫度，然下就來試試看哪兩份蘇州寒天嘅面線。亲爱的，你要赶快自己来的哦。謝謝。哦，好 Q 哦。
方宇姐，你是厨师，吃的如何？哎，赶快品尝一下。因为味道也是各位面线全部某 Q 用哎哇，我觉得它已经 Q 到有点像蒟蒻面了哎，非常非常的 Q，然后一般吃的面线完全某 Q 用。这是日式凉面的吃法，好神奇哦。凉面的吃法就是要经过冰镇，所以比你吃到正常的煮法的手工面线还更 Q 好好吃哦。然后最后面是细面哦，我来，喂，被我拦截成功。老板说，对，没错没错，不要紧张，哎，面下来让它流到下面没有关系。我来，各位，红橘来了，方宇姐加油！哦，不错不错，我来，明珠。哦，你终于夹到了，太美了，有没有？我来，又来了哦。海薯子轻蛋一片，像安尼捏起来，啊，搁翻一片，翻一片，翻一变三片，角形。安尼包起来就很多三角眼，然后会变形了，然后变四角眼了，唔是三角眼哈。会这样。我来，又来了哦。哇，怎么样？明珠好不好吃？它已经完全打破我年代对面线的印象了。觉得 Q 弹的程度真的有一点像是蒟蒻一样。台湾有做过客家人的米粉啊，还有一些譬如说面扒板这些。第一次看到这个，我觉得你们的职人精神，你们做的时候好专注，很敬佩你们。你看它都腿慢，应该已经快失传了，对不对？手工面线哈，真的因为它的销量还有经营的模式，那整个它真的是在没落中。所以为什么会有面线体验？为什么会有流水面？刚开始就是一个推广的想法，透过这样的一个传承，让客人来了以后，他自己感受到，哎，原来面跟他印象中面是不一样的，这么天然的东西，我们怎么可以不把它保留下去？真的，我煮了那么多的面哦，这个面哎，真的是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。我觉得真的台湾人很厉害。对啊，其实也哈各台湾各个产业啊，讲会做手工的，不管会做面线啊、板条也好，其实真的已经常常我看唔到哎。对。可是呢，因为真经有那种体验，可以让大家来体验关系，你才真经敬佩台湾的经营精神。的确，的确。老日本式流水面结合菜体嘅色彩，除了文化融合嘅新创意，其實要傳達嚟牛人專心啲自家嘅兩百黏條嘅態度。唔能年代手工面線產業，實地新嘅素材當顯，就算天天機器出來，手工產業漸漸嘅模特，唔過冇想到今日啲設定也到尾嘅，再有師傅堅持照定老方法來做。肯定也不是嘅面線，經過時光嘅鍛鍊，曬過日頭，行卡做嘅感受保留喺專業技藝嘅珍貴。那自己家压下進來，準備嚟先做3個鹽係嘛？對啊，今日先來炒料誒，好，先來炒料。啊，搞我來炒哦。來，豬油先係嘛？豬油哈。切個邊嘅哦。切個邊嘅豬油。好，也係先來炒豆腐乾。豆腐乾。豆腐乾。豆腐乾要先炒必條。對，豆腐乾炒必條。好，你出來分炒寬誒。哎呦，有咯，分炒寬誒啊。哦，好香哦。炒邊啲有啲較走水的喂哈。加一體釀做嘅面線啊，講真應該神奇嘅。係啊。啊，唔過也講真嘅，手工嘅已經我越來越失傳了。對，我是傳哦。就像雅雅嘅妹妹手工誒，對，手工也是很少吃到了。好，這樣可以嗎？哎，做得差不多了哈，它留起來。好。哇。然後炒好完之後，不要落太乾。好。哎，一樣一樣的將它炒起來。哎，你用它炒乜用的呢？個米頭就會焦香香的呀，炒的香米就冇的呀。好。炒
必香。係來燜炒。一般咧三角鹽地都敢要用蘿蔔乾。媽媽傳下來本愛地位，就係有蘿蔔乾。客家人吼蘿蔔乾、豆腐乾啦、鹹鹽啦、哈豬肉啦，係啦。阿娘做得嘛？做得啦，民族用配到蘿蔔乾的香味嘛。非常香。三天下來你要炒嘛該？油葱酥先變落來。油葱酥落落啲嘅香味又變到含較多樣誒。係來，下鹽就變落來。也個油葱酥係自家做的嗎？自家做的油葱酥。哇，你要按多時間。自家做的東西較好食啦，哈，來而家不用像豬肉，豬肉哈要有皮斬菜料啊，安尼炒起來料會很香。你一定要看一看，要給等場看到你就會肚子搖誒。啊，安這樣嚟炒，加頭油哈，那個就買邊就加頭油就好了哈。攪必香。攪必香。啊，全部都入來嗎？誒，啊，豆腐乾倒落來哈，還有蘿蔔乾。葱的米湯先標落去炒一下，給葱的較香。哦。芹菜安尼哈，安尼全部標入來較乾味。好。哇，安尼就真的好了。好香哦！看起來簡樸嘅客家小食，其實大鋪都係當有嘅功夫。豐富嘅料用辣辣嘅火緊煸緊炒，飄出香人嘅味絲。另外用片粒粉先冰掉嘅冷水，過冰掉嘅小水，天天嘅切做團，三角形嘅皮，按樣就好食咧。做得開始來包嘅吼。係，來，按樣嚟做咧，也給叔叔粉弄出來已經當 Q，現在還有啲小小嘅哦。還有溫色的哦哈，那開始來包切，一攤一攤的哈。你已經做到按樣，太細節全部50稱就低啊。對，一來椰粗鹽鹽。鹽。係，再來輕變來。係自然細細都客家狀態嘅哦。係啊，客家狀態嘅。都哪一邊啊？都沒有啲銅鑼。銅鑼嗰邊啊。對，韓式哈，媽媽做到阿婆，到菜市場買啲點心，做水三角形。也記以來哈，我就忙讀書以前，媽媽就做呀，嗰時候從細我就會做呀點心。關人數你暗號，傳來嘅啦，傳來嘅啦，係啦，記憶遺傳，太素質一隻地方，輕輕嘅，輕有隻孔哈，來，然之後頭家炒過嘅哈料嘅，邊個一中間啦，哈，嗰一隻太素質輕定一片，先你捏起來，捏起來了係，哈，個分一片，分一片，分一片，三角形，安尼包起來就按到三角形，然後會變形了，然後變四角形了，唔係三角形哈。會這樣。來，再搞一邊哈，來搞一邊哦，安尼哈，邊個中間哈，邊一隻角哈，過來壓片上，哦，送上去，壓片上送上去，送上來，安尼過壓隻角，了解了，哈，安尼就三角形了哈。好漂亮哦，而且又還會自動到料呢。嘿，按就安尼哈，好難哦。甜米就安尼做得不用料的入去，安尼得去。好。啊，來。你看我安尼啊，壓隻太素質安尼，太素質輕點過壓片上安尼壓不落去，就安尼，哈，安尼啊，成功，哈哈哈，哈，安娘做得冇？做得，東江啦，一講啦，東江咧，有進步了吧？有啦，鐵白包，你看鐵白，剛娘就做得咧，做得咧，好，安來煮水晶餃。家鄉米代表成長嘅回憶，就算做起來都麻煩，佢行係找定阿婆傳下來嘅素意料理。生下來，老早先帶進來嘅手工麵線，用滾水燙過，再用冷滾水來沖，保持佢嘅 Q。白白嘅麵線看起來甜甜，像係多咗一份熱頭嘅自然味絲。薄食嘅食材應該用調味來提升佢嘅魅力呢。哇！連下做蛋糕嘅呢，全部都係故鄉嘅味道。對。剛剛啊，老師傅誒，你哈叫我做嘅麵線，哦，我第一次，你也第一次嘛，對不對？吃到家嘅流水麵啊，真的不一樣，對不對？好，然後你要攞你請來做油葱酥。對，請來做油葱酥。好誒。哇！你看，單槍攪嘅時就發現到麵線非常嘅 Q 彈，它幾乎搭條都會當完整咧。對。唔會團體啊呢，真嘅要
人的手的温度跟爱心都抵度完了。来了，我就先吃喽。批到油葱酥的米汤嘛。那油葱蒸的浓淡的。对。看看那个面线啊，我发现还有一个特色，其实呢，它是一个很好的海绵体一样。我说呢，让它吃得出完全呀，这种油葱酥，这种香米啊呢。东色是那种面线啊，它有点像是那种是乌龙面还是拉面那种 Q 弹这样子。它的结合，加油葱酥，它加米头就黑油葱酥，就是方鱼。对。那三号的呢是要给三角眼哦。三角眼。哇，要给三角眼，你看有一些挑工哎哈，可以有就懂小女生，而且已经像是水晶圆一样了。哇，你看，那个料已经豆都会爆出来耶！肯定啊，它自动都料到地度，地度有呀，挑不管下边3层肉，豆皮干，它不用再冬干米，而且不用再沾酱了。它非常的客家，因为东道的比如发讲菜包啊、葱的啊，地度都会包含用基本的皮料。可是基本的皮料地度呢，有一些精髓哦，卤皮干啊，一定要塞到有那种米头诶。对。一旦有炒的时间才会香。那我一个呢，就是下邊老油葱啊呢。其實就帶出來嗰種香味。走。係個料嘅香味就要按嚟帶出來。除了當道嘅料以外呢，咕溜，下加要 Q 彈要溫潤呢嗰種三角形嘅外皮。嗱，這生意你聽會懂好，皮要溫潤要 Q 彈嘅。講一個小口號誒，三條一道邊嘅 Q T 秒到三角形。雖然講冇關係呐，但是要是外地人佢可能吃我會難道是什麼代表的美食嗎？三角眼啲三角形啊！啲三角形原來杭州都食得到苗栗家鄉嘅美食，無論料汁薄嘅三角眼，也係香香嘅油葱酥面線，可以來南白愛出美唔是少肚羅或鹹椒咧。南愛一出酥皮皮腸，炒嘅外白酥香又上癮。盤盤幼嫩嘅皮草，夾定長長嘅蔥葉，唔係呢句，特後都係幸福飽滿。睇住講真嘅呢，禮拜啊來到三條一道邊嘅，前面都按菜梯嘅客家菜，我吃到講，哇，對啊，都市地度，一條油脂啊，可以找到家鄉的味道。從細個媽媽教下來嘅安尼米食，我冇改變家嘅米食啦哈，就安尼做出來本我天人食到家鄉嘅米湯。真的，不說你就會按有遊子的在外地的母親了。就你跟有時本來都百貨公司啊，都小姐耶，做了都做從台時間按台轉變。對，百貨公司退下來，即個就有咧上班，做安尼傳統嘅料理。雖然講我老公今日都派公司做經理，今日當主持我做安尼傳統嘅事，我咪當感謝我老公，當日聽到我看安尼做安尼事，今日知道講當有價值。就是欣賞的支持，去堅持的動力。而且我有發現啊，都點到哦，一個不管油葱酥哦，三角眼哦，一條料哦，你全部都自己來做，你真係唔會做條無限呢。雖然講當無限來講，暗講誒。也味道一本客家人食到按有家鄉嘅味道，咁我咪當上繼續來做，因為然後就我講，唔正經當咪做，我正經當喜歡人家點好食東西，就因為安尼。雖然講當客來講，咁我當係喺當歡喜做本客家人食。有想過哪叫我退休嗎？有想到退休，咁講吼。人家手工做嘅東西，冇人繼續來做，我吃到當大爽。就像根本嘢去體驗嘅麵線，因為讓下三邊呢，漸就安尼手工嘅東西就會磨退咧。當當要記憶了退離。古時候我當上講吼，堅持繼續切，真唔會講都人家單位就團體。古時候我後擺我會繼續搞生意呢，繼續做一種米湯，安尼生意呢吼。就會沒有安尼感受。太極你講的真認同錯誒，而且我覺得啊，都太極也點都好食，不講係每客家人都要特別注重的感受誒度，嗰種你講的手工也好啊，親身來做的嗰種誠心誠意啊。對呀。
因啲無機器嘅時代地度，樹嘅日頭老本土，適合當到產業嘅日頭。聽聽時代嘅進步，台里嘅汗水，係妹妹台里嘅年輕少女咯。看見方宇姐堅持塑造，老三台超過60年嘅數年傳承。我想按你嘅誠心，本色彩老料理加添嘅發拍嘅生命力，韓卡老師台裝備嘅心血同資邊永久延續。接下來我哋拜訪第三協鐵窯嘅料理饗宴。好，謝謝謝謝。哎 Hello， 傅子姐你好，明珠你好你好你好。今日人啊，就係糖公人特別上海菜最有名。我想講啊，做對老年合作下嘅到底嘅上海菜嘛。好的，沒問題。林夫子，阿爸喺台東客家人，夫子自出世喺台北泰，接到無窮用族群嘅朋友屋卡下師食飯。上海菜嘅印象就因啲成長高長地度，後來去到英國讀教育。因為一百個機會去學嘅上海料理，你看家嘅上海菜風法之前，老夫自己先嚟拜訪家嘅林莎，請今日我用到嘅神秘食材哦。菜共生到底係乜嘅意思啊？魚菜共生意思，顧名思義就是我們養魚，讓養魚的水來給植物做施肥的動作，那植物就扮演把水清乾淨再還給魚，它們兩個是互相幫忙的關係。哦，這個是什麼？好香哦。這就是意大利田螺樂。我們吃意大利麵的青醬，正統的就應該要用田螺樂來做。喜用嘅切點菜，不是九層塔。就你剛才講的黑金，對，現在黑鰻的價格1公斤要1200塊。哇，哦，那你這樣要花重成本了。對，現在才了解為什麼這麼貴。康大哥每次在跟我講價。你拆一個聞看看，它非常的濃郁，真勁呢。是，而且我發現豆芽、倒閉的田螺樂都長得好好哦。田螺樂現在正好是季節啊，所以這是第一批，第二批的話它會長得更茂盛，然後我們可以採收大概3次左右。像這樣子，菜共生啊，它比起一般的農業，其實比較好種，行黑工比行較困難呢。因為魚菜共生農法是一個環境保護的農法，所以我們這裡全部都不能用農藥，也不能用化肥，所以跟其他的農業比起來，我們抓蟲抓得很辛苦。雖然我們有網室，但是就像我們這樣進進出出，有時候只要沒有抓到，它就整片就被蟲給感染，那又不能施藥，所以我們農場就決定把它清空。沒有東西吃，它們自然就會走掉了。哇！所以要淨空1個月，等於你們也沒有收入。對。但是這是唯一一個快速解決災害的方式，這時候不能再貪心了。做這個是要有理念的啊，就是它用的水量大概傳統農業的只要10% 就夠了，所以可以節省90% 的水資源。給你看一下這個水，你看很清澈，對不對？看這水很清，這水都是營養水。營養水，也就是說魚它產生的大便尿尿會透過一個消化菌轉化成氮肥，也就是植物它最喜歡的養分之一。那其他的養分也有，它就會從魚飼料裡面溶解出來啊。然後這個水呢，你看它緩緩的流動哈，到那邊以後，它就又流回到我們養魚的那一個區塊，流回去的水其實是經過我們這個農場55000棵植物的根系，它就是天然的過濾器，所以它會把水透過根系的過濾方式回到魚上面去，魚吸收到的這個水會有菜的味道，所以魚會感覺它不是單獨在生活，它是跟其他的物種一起在共生。哦，我們的鰻魚的話呢，顏色特別的黑，所以叫黑金黑金。真勁哦！然後還會跳舞給你看，真勁，真的。
康泰哥哥無論係強盛嘅環境照顧，也係內統運作維持，都會遇到眾多嘅挑戰。不過面對兩敗極端嘅天時，老糧食嘅危機，長久嘅生態環境老土地，真係看到行較好未來嘅根本方式。不過唔在強盛嘅魚到底係啲哪度位嘅呢？接下來日日聽聽泰哥嚟啲潛傳說地道嘅胡金龍。哦，呀，黑鳗魚黑麼？黑鳗就你剛才講的黑金。对，張發敢聽聽，他就已經一直靠。傅子姐，你不會害怕嗎？不會，因為我以前對於蔡公生就有些研究，那我也常在附近跟一些小農找尋一些食材。有一次就無意間發現康大哥的這個蔡公生的農場，才知道他們養了這麼多的鰻魚。哦，大哥，你剛剛說到別黑金，既然是黑金，代表它的價格一定是很不菲嘍。是。现在黑鳗的价格1公斤要1200块。哇，哦，那你这样要花这种成本啊？对，当然一吃进价就要400块。哇，过去台湾在宜兰外海捕捞的都是白鳗的苗，把白鳗养大，外销到日本是我们台湾非常重要的收入之一。全世界的白鳗现在急剧的在减少，所以估计在未来3年内，白鳗就会禁止捕捞了。所以现在都是要往黑鳗的方向去发展。可是要给这类鲁鳗啊，它的苗是哪里来的？黑鳗的苗主要是在菲律宾群岛那边，所以现在我们台湾人也好，日本人也好，都在菲律宾那边抢这个鳗苗的这个市场。不过泰国人你冇攀拜去甲皮用加给鱼子吗？到目前我们人类没办法繁殖鳗鱼耶。真的？对，所以为什么？这个技术跟养殖法都还没有突破，所以没有人有办法繁殖鳗鱼。不是公，它在这个地方以某攀拜交配吗？没办法，鳗鱼的话呢，它都是在溪里面长大，只有生产的时候它会游到海里面，它也不在海里面长大，在海里出生后它就要准备游回来了，所以没办法繁殖。所以都是在等到它要游回来的时候，渔民们都在那个等待入口那边等待，要把它抓起来。傅子姐，刚才大哥讲的，你都知道吗？我只有听过鲑鱼返乡，我没有听过这个鳗鱼要入海。真对，我一直以为以台湾的这些水产技术培植鳗苗是没有问题的，所以我现在才了解为什么这么贵。康大哥每次在跟我讲价。透過唔採強盛，蔡天兒沒有自家強盛強好嘅方式。傅子姐講，種菜打造農業，咪係家嘅夢想之一。鼓手聽聽傅子姐潛到嘅傳統婦權嘅康泰哥，攞身體攞創作連起來，減少食材運送嘅污染，相互享用利益。大定將留下上來嘅鰻呢，用下陣到做下學天兒出嘅經典上海料理了。傅子姐，咖喱，我們已經準備好了。第一次吹，你要講來做嗎？該嘞？酷麗蛇龍鰻，你是說栗子燒鰻魚嗎？這是我們上海菜非常受歡迎的一道菜。生給哦，這個是竹筍，綠竹筍，在五寮那一帶的那個綠竹筍是新北市最有名的。那這個筍子呢，我們就先把它來切片。哦，切片，安呢？可是傅子姐，你剛剛講我們上海菜，你那個趕緊你做嗎？我可以用上海菜嘅傳統嘞。這是起因我在英國讀書的時候呢，我認識一個張阿姨，她是上海來的。那時候我在她家裡打工嘛，然後她常常會宴客。宴客的時候呢，我就在她身邊跟她學做上海菜。當我個讀書嘅時節啦，食到嘅米頭吼，對人影響一定動態。當然。不過看人他家法好像冇講到最好誒哈。不會，因為太小就搬來台北。接下來我們就是要來切香菇，香菇的話要先泡軟之後，我們切對半。哦，真的很香。燒起來，它的香氣十足。哦，這道菜免自己生活，你知道它的來由黑嗎？該冇？在江南一帶的人，他們都喜歡吃河鮮，因為比較離海比較遠。那這個是有一道叫做栗子燒河鰻，上海人他們非常喜歡加竹筍、香菇還有栗子去蒸，把它蒸透蒸軟，我們再來做紅燒。先整到軟再個紅燒哦。對。我說佢個黑件紅紅色嘅鱸鰻哦，是。上面嗰個毛美
可以捞给煮太嘞，对不对？对，它的皮好厚哦，这一层胶质的部分，哎呀，给我用来处理嘞。哦，这个我们要首先要把它切成段，可是不能够把它切到底，最后它龙骨都还会在。嗯哼，我在红烧的时候，它比较不会变形，哦也不会因为受热过多的时候，它那个肉就散掉。嗯哼，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有一个吉祥团圆的意思，就像吃寿面不能断一样。哦所以这个切法它很漂亮，到时候蒸出来的鱼就非常的漂亮。像这样子吗？对，呀，就会整好色嘅耶！你看，你整起来用团团圆圆又冇团啊呢吼。老準備好嘅食材，並落鍋煸高，高用紅燒嘅方式來調味，油料中茶，食醬用甜，變出經典嘅上海菜澎湃。結合年淡地上海菜天來嘅本幫菜，撈順頭廣澤富權嘅菜呢，無論係四點心到大盤菜都看得到，現成嘅麥界都有嘅海派菜。沙丁哈伦呢，我来刚才做料理的，就是呢父子姐非常仰赖的主厨陆师傅，我来刚才做料理。你要来刚才做的黑马干嘞？扣三丝，扣三丝哦，是很考验刀工，因为很一丝一丝耶，一丝一丝的，对不对？这么薄哦，U 都按钮，大概我现在只剩下0.1公分按钮。上海人他们在过年的时候一定要吃这一道扣三丝。哦，所以你这意思就是说，台湾现在会做这道菜师傅非常非常少了。我们切鸡胸肉，鸡胸肉，哇，都大家切的这么薄哦！天哪！对，这其实用锯的方式，慢慢。陆师傅，你跟勇士练那个生活出来练刀工，练的几久哎？利用每天空班的时间啊，至少要练半年以上，练好了顺了，师傅才会让我们切。对，所以要先自己先练习。那这个还有一个小诀窍，就是我们要稍微淋一点水，让它肉丝跟肉丝能粘连，因为它这样子它才不会粘在菜刀上面。对。你会老花眼吧？不会。这都超级细的。这个道菜呢，它其实比较算是扬州菜，那只是说上海菜呢，它是网罗附近的一些比较知名的一些料理，对，那它把它网罗进来在上海菜里面。那我们就要先把这个刚刚的鸡丝，好，把它依序放在扣碗里。啊，沙丁好了就来切鸭给竹笋好诶。哦，你迄 Q 鸭肉切到鸭给竹笋会透光嘞。你有没有曾经都在切鸭的时间常常切到手？这只手应该有缝了10针左右，加起来，对，算是少了，对。那我们现在就切丝。已经很完全 U 都按钮，大概我现在只剩下0.1公分按钮。那我们这一块是家乡肉火腿，家乡肉呢，它的火腿就是湿式熟成的方式。哦，这个又更难切了。师傅做在莫一嗨，你料理的经历有几多年？几年了？今年迈入第20年。哇，看你那么年轻哎，17岁就从事了这一行。哇，所以我们到一间上海餐厅吃饭的时间，要检验他的师傅到底是不是真功夫，是不是一定要点这道菜啊？对，刀工非常的讲究。哦，这个是不是还有一些人哎，你还敢穿没有？破出来砍牛也是扣的意思，倒扣吗？对，它就跟客家的这个梅干菜扣肉其实是有异曲同工的这个概念。对，利用蒸的时候呢，把这个味道都融合在一起，那最后是用扣的一个动作，让这个食材呢，它的视觉效果更好。把它定型，同时让它是有一个你刚刚讲的视觉效果这样子。陆师傅专心嘅讲单，对两次料理的精通。客餐时，除了要求多工而要，啲用料、蒸、煮湯呢啲方面都有嚴條嘅規定。加入遲嘅雞皮湯，蒸10分鐘，也嘅色、香、質、味、鹹全部收起嚟，本細細溫度，裝訂地方傳統菜嘅歷史文化精華哦。今日呢，談的
父子姐还有陆主持 QR 后呀，非常传统道地的松海村。可是龚真颖呢，其实我从头到尾哦，就认真看你们做。其实实际上要帮忙，这功夫实在是太厚的底子了，没一两年后会不会这样？所以现在品尝好了，这叫大颗了。小心哦，有点烫哦。点小小微有，哇！切得好漂亮哦，含葱蛋盐呢。现在台湾会做这道菜的餐厅非常非常的少，因为非常的费工。你这意思就是说，台湾现在会做这道菜的师傅非常非常少了。像他这样子愿意很耐心切3丝的师傅很少。我们可以把那个汤倒进来了，对，就是它蒸出来的原汁，你再把它倒回，对。可是这要怎么吃那么漂亮？没关系，你就大力的把它搅拌，然后把三个丝都融合在一起就可以了。可是你刚才摆的这么辛苦呢？不会，没关系。吃起来是有点像吃那个羹汤那样，是不是？对，其实这是我们的所谓的汤水菜这样子。其实啦，下些时间呢，我先本佢动刀种层次嘅口感先合到，顺时比例上嘅切，还有不管它是比较 Q 弹的，我 Q 嘅色出来，它有不同的口感，但重点是给蒸出了一个精华的汤汁，非常的鲜甜。因为刚才你其实冇用嘛个调味料。重点就是刚才高汤还有火腿的香气，甜香跟浓郁刚好混在一起，是一道非常好吃的上海菜。上海人他们在过年的时候一定要吃这一道扣3丝哦，而且呢，生牙出脆啊，说的是到料理人他那种诚意，因为他在前面准备功夫是非常深厚的。沙蛋好了呢，就会来是两个哇呀，真的，你这个红烧出来之后，它真的也是。很完整的形状，团团圆圆，而且是连在一起的。对，这道菜呢，它非常重视火候。如果你烧过头的话，这个鳗鱼它会裂开，而且那个肉都会整个碎掉。侧面看起来啊，你知道它蒸过之后，它那个皮哦，那个胶质实在好厚哦，胶质很丰富，对，多呀一层都松包呀呢，你看。那本身鳗鱼呢，新鲜的情况之下是没有什么味道的，那又在这种微焖的情况之下，让把这些食材的味道又再复合在一起。吸不到懂低度，哇，它的肉质现在已经蒸到有点绵密了，对，但是双龟给它层皮呢是 Q 弹的，它是有双重口感，真的而且很厚。不过呢，还有一个重点，它的胶质多到你会吃过嘴唇会粘在一起这样。对。不管是苦力啊、香菇啊，还有嘅这种做水的甜，全部就都要给有低度哎。上海菜本身呢，就是浓油赤酱、重糖艳色。对，那红烧是一个调味的手法。对，那我们鳗鱼经过了蒸的这个工序，然后再经过了微焖的工序，对，让它入味。麦蛋凤小肉係父子節香藏阿姨學嘅天然出上海菜。同樣用生鱉嘅方式，高用鳳小來加添佢嘅風味。Q 嘅麥蛋魚，皮帶香嫩嘅三層肉，展現香香嘅海陸好味線。另外一出千二冬，流落到軟嫩嘅豬耳公貼胸下，搞隻刺黏黏蛋，形成本人想唔到嘅果凍口感哦。其实呢，给我们一团队用3年 Q 来后周做的时间，露露师傅呢，其实是一个非常幽默风趣的人，再配上父子姐也是。其实我觉得你们两个在左右手搭配上面是很懂尬背了耶。那时候我在筹备餐厅的时候，有应征很多的厨师，可是我都很不满意，因为我觉得他们好像少了一个灵魂。大概可能就是磁场相近吧，他刚好也想要找到一个舞台，这个地方可以让他发挥。我们也很尊重他。以前没有常来三峡，那你怎么会走进这间餐厅呢？没有，那时候就是想说，先来三峡看看嘛，然后觉得循线找到了父子姐这样子，对，然后聊一聊很多理念啊，各方面啊，还有未来的这种计划想法都很雷同，然后于是就是来到这边，那刚好都没有上海菜嘛，那我们就从这个上海菜来着手，然后把这些好的料理分享给在地这样子。那你就没有啥，一开始聊的时候理念很聊得来，那到后来要经营整家餐厅的时候，意见不一样的时候，你们会怎么处理？刚开始他来到这边的时候，他会很坚持上海的原汁原味，所以会口味比较重，比较甜。
还有上海人是最后才上菜饭，可是我们这边的人一来，他就觉得他要先吃饭，所以那个菜饭最后来，他们也会跟我抱怨。刚开始他也觉得，他会觉得，我为什么要去就这里？应该是我们教育客人吃上海菜啊，怎么会是客人反过来教育我们？但是我跟他沟通，我觉得就像泰国菜到台湾来，它也要经过改良啊。韩国菜进来这边也是需要适应一点当地的口味，所以我就跟他说，我觉得我们应该多想要迎合一下客人啦。但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也是要去教育客人说，要怎么去吃上海菜，上海菜它的精髓在哪里。所以有时候客人慢慢的他也可以接受我们。那当然我们会希望说，有一天我们端出来的客人完全都没有话讲的时候，那就表示我们真的在这个市场上是成功的，是有立足的。那陆师傅呢？你觉得？这个听到的是不直接的说法，说不定你在厨房里面是觉得，哦，这为什么要改我的菜呢？没有，既然来到这个环境呢，那一开始不能接受的话，我们就慢慢修正嘛。那修正到一定的时候，客人可以接受的时候，那时候就是换我们在教育，反过来教育客人的时候了。告诉他真正的原汁原味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，还是什么样的氛围。新的口味跟原本旧的口味，我们都会试着让客人去了解，让他们知道真实的上海菜这样子。那也符合现代的所谓的养生啊、健康啊，都是慢慢要符合的。对，其实开餐厅，看似简单，门槛很低，但是它进到这个入门之后，发现它非常的难，因为每天我们要面对的就是食材，或者是每一个人的要求都不一样，有人觉得你太咸，有人觉得你太甜，有人觉得你菜出太慢，有人觉得你出太快，每天都有不同的状况，有时候会很沮丧，有时候会觉得那种肉体的疲惫、心灵的疲惫。可是我常常会想到我的父母，他们不管做任何事情，就是很专注、很专心、很专一，所以他们每次都跟我讲说：“女儿不要沮丧，不要害怕，不要退缩，这样子。”真嘅，古早呢都也見，識嚟到按傳統按菜啲嘅送去菜嘅傳統地度，上面感受得到調解養父之節，看到也地度同精髓嘅客家精神到了，一起來品嘗吧。無窮樣嘅成長背景，講出各種人生故事，啲多樣嘅文化滋養下，料理出特別嘅美食，啲父自己嘅心路上。上海嘅師母係真心中意嘅成長歷程，客家係源頭，係阿爸阿媽嘅養育留愛，兩下有老公做伴，還有總鋪師嘅搭配。我想無論文化老行業，本佢都尊重老溫柔嘅對待，生命地度有當到緣分，都係啲分做蛋糕，值得分享嘅想念故事。喺呢世嘅世界，相處過嘅人，食過嘅東西，總係會控制喺你記憶最深嘅素材，影響到喺你嘅生活。方宇姐近50年來，十萬傳承阿婆嘅美食，用傳統嘅客家料理來連結菜地嘅情感。客家經過豐富文化嘅父子節，佢哋老家嘅飲食記憶融入到料理地度，本上海菜唔單止係香豔天天。還係一個生命故事嘅小暖分享。我記得咯，料理就係一種情感嘅延續。客莊好美食，我哋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日春雨水講人間，江浙調重現。春風過去長命道，後面愛靠谷雨天。烈下小馬唔下線，夢中淚雨風思念。西瓜青甜，望里望太初不念，苦漸漸。日秋處暑甜幾年，年年人團圓。日冬收線。18年，四季輪迴又一年。